阿爸非常的帝王李元霸，决定要打倒因无辜下国公杜建德咯。呀，踢死你啊！反王杜建德为了李元霸拍个头青目睭，杜建德立马分灵翻头就要走，李元霸逼退。 我是要讲互你死哦！天顶有天公，地下的无故公啊！也人间有我外甥啊你唔通笑，唔通我是要讲到你错着呀！李元霸，我输了，我受伤震动咯。我是你唔通笑，你有影唔清通笑。李元霸，我跪了。你唔通笑，我是要甲你抛你变大你拜托咧，我跪。李元霸，你让我回来养伤啦。 元霸，你也代念讲，你的母亲就是我的小妹，看你母亲的面相，互恁阿舅加活几工啊啦！互你去啊！阿舅是咧偌大，看念阮母的面相，遐若无讲互死。 走去罢了，什么咧天顶天公，地下无故公，唔知影讲人间有我这个外甥王，风雨交加之后，罗成车到金游准达不敌江起无公顶，随随着真强的形影到了密林，不敌江甲罗成接到真强一刀砍死了。 因两人看死了后，愿化敌为友。哎，你的灵魂显现，因罗成甲有trí强两个和睦起来啊，两个唔免见啊。大啊，你死得可怜，可悲啊！以我准达，你即摆若讲大死哦，你咪砍到你全咧头青目睭。啊，若讲你这听到金哦，使唔捌字个兼无卫生咧，讲互你捌喙手好捌甲啦，你有看无？大个若毋是灵魂啊，是安怎遐轻飘啊？啊，神出鬼没啦，稳稳现现啊！从此看起来，就知影讲大个，迄就是灵魂，毋是本人啊！你可悲啊！迄大个讲有准啊！
呢，轻功绝顶呢。啊，你过去敢捌看咱大个点这款功夫？大个做人都是真谦逊呢，伊有功夫哦，拢无乌白点呢，哪有得要用着照伊款功夫就对了，所以伫咧讲啦，讲教的无点，点的都无够啦。像你啊，捌无几步啦，弹叫啦，便所内伫咧弹琴啦，啥岁？超大啦！哦，你上强，你上强！你若无我教你的宝头番哦，你实在是一窍不通咧哈！你听到今仔日会当做混世魔王哈？这天下好汉会捌你，原来是我这里由我准达教你几步啊啦，无你是袂脱啦！你咧赖拖，你着要闹开，互相闹开。求进步了。好啦，由于兄弟也无需要争论，我的表哥有事，希望我当有志强，握手言和，心连心。肩并肩，团结一致，应付未来的任务哦。对啊，咱唔通互相残杀啦，拢总是家己兄弟啦。哦，也拿来扫到战啦哈！燕山军、也瓦岗军，刷落去山后军三路全来合并起来吼，迄实在有影无比的力量就对啦。哦，闽罗公主啊！下国公杜建定哦，提兵去公燕山，可怜罗元帅炮兵出敌，但是哈，我了怎样是？元帅甲夫人都去为因遐人当众一喷咯。什么？啊，我罗成啊！哎，罗成啊，正是哦，罗成啊。罗成啊，较勇敢咧啊！真壮啊！你哪会使伫我有志强的面头前，甲你们倒落？啊！大丈夫男子汉，唔通倒落，爬起来！爬起来啦，无铁心啦！爹亲，母亲，你在天之灵，下囝的罪愆啦！今日离乡背井，不能在你的手下防事，不能在你的左右保护你老人家的安全。你今才死这款的苦状，爹亲，母亲公主，化悲痛为力量，抬举报仇吧。杜建德。杜建德，我一日势不两立。咩啦，宾罗公主啊，迄杜建德吼，讲伊定安失败，因军得要转去呢。果然如此，我报仇的机会到位咯。罗成啊，我甲你，罗成啊，等我。不行啊，我嘛要去。呀，我嘛，稍等你，咱赶紧回转瓦岗，保护秦王李世民啊。迄兵马现这啊，都用我心啦。阮三个人会下，我要来。来人啊！回转瓦岗，保护秦王啊！不为天下，为私利的杜建德被李元霸打败之后，军队聚散，只剩500-600人，垂头丧气，就要回转伊故里咯。老贼，抢命来！你是谁？罗成阿他。乱世温婉何时了？壮志必修魂飘渺。爹亲啊，母亲啊，老贼杜建德已经杀了，望你在天之灵，下囝不孝之罪吧。爹亲，母亲啊！母亲啊，阮手人已经治啊，也唔能够悲伤的，赶紧等我讲啦。我即摆想到讲阮嫂啊吼，伊足烦恼的啦，逐个讲阮大死，阮嫂啊吼听这个消息，伊就烦恼到消散落吧，咱嘛就等下甲伊安慰，将兄弟带路。好紧嘞！
天下最贤淑的女人，真强之妻张念杰，伊一世人可比酒外馆，伊秘密期待真强早日回转瓦岗街啊！满丛明月满脸霜，残灯照红妆。燕子楼中歌影红，令人忆残梦。说，家己说，你莫烦恼了。外面的谣传哦，讲阮大的死，你莫听了。阮大的做人遐尼好，绝对袂死的啦。说，对啦，真命天子吼，真王李世民开金口呢，讲阮大绝对袂死，嘿，永远袂死就对啦，说啊，嘿。真强，连累我的宝宝离乡背井，随乱军东喷西地，实有不孝罪亲。我无红管死啊啦！说，你唔通讲安尼啦！你是天下最贤淑、最勇敢、最有孝，所以阮兄弟啊，大家拢真尊敬你啦。真强。你百年老的老母，在这个所在望眼欲穿，一心何忍，一心何安？说，莫怨叹阮大的啦，阮来去找大的转来啦。嘿，风透透，你入去唔通我赶着，阮娘拢靠你一个甲伊照顾啦。说，你入去啦，嘿。知你啊。喂，赶紧来找大的！哎，来找大的，来去啊，来找啊，来找啊！美朝一典家将心生的奸商武文化及当朝的今日武门成都，伊用计调开李渊父子之后，再特别调开杨林，然后特别行刺隋炀帝夺占隋朝帝位咯。越国公杨素千岁被暗算，东领官杨义臣当机阵失败，18番龙甲瓦岗将差实在太过火了哈！杨千岁，你要极力去扫平瓦岗，讨回民主，同时对陛下才有一个交代啊！丞相言下有理，我出阵扫平瓦岗，皇上免了，来人了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破山龙杨林用着调虎离山之计，以孙领20万大军扛着3只火麒麟，做着最后一箭，特别扫平瓦岗街路。洛阳王大驾光临，国王亲表欢迎。被瓦岗之杀拍去亏死大败，今仔日来依来楚王，实在感觉羞耻啊！讲什么话？讲什么话？听讲林外婿献用心是轰动烈任，一定记错不敢不将啊！好汉不担当年勇啊！请唔通讲价输去，振奋起来吧，振奋起来吧！感谢楚王的鼓励，我派出英公暗杀手去收拾李世民免动盗兵啊！日行3者，对。恁3人以密信进行工作，不得有误。遵命，遵命。
请王兄甲先贤弟地帮太弟呀！多谢。不知江听到今有准达三人来到金阳镇饭店内中，去碰到暗杀手了。你们来看啥？迄三个足无人缘的，迄都臭屁囡啊，莫插伊啦，做咱吃啦。乌人，因兜咧烧火炭。你有听无？有听无？伊讲恁老母去对着烧火炭。喂，你毋捌二国剑无卫生，你哪通伫恁爷爷面前放臭屁？敢有？有诶，你有放啊无？无，我无放啊，我毋知伊放啊，也毋是。恁三人拢有放。你这个火炭头，明明无理取闹，都是为着这句火炭头，我拍你！回来！哦，圆道卫生毋是君主，惊啥会啦？咱一个鸟伊三个啦，好拍！哎呀，你嘛同款摔死你！别倒嘞！你嘛小声啊！火炭头，讲到你热水公流。啊，你嘛甲差不多咧。啊，你这个所在甲我老师影响我的生理。你是咧讲啥？愈老人哦，生理唔这会赞。啊，人迄有无？人专工去请大律师来伫咧相拍，啊，伫咧做火雕，嚯，生理唔这会赞。无啦，都毋是安尼，大家拢爱看老人啦，拢无来交关，你甲看，都甲踢咧迄门口，我是要安怎做生理？喂，恁这是咧看假笑？啊，这人陪咧听，你怎看爽歪歪笑？通通拢入来甲我食饭交关。哎，入来哦，无会叫推哦。入去。啊，好啦，啊，这个哇，客满。怎样啦？头天目镜是怎样啦？哦，你去暗杀李世民，到迄个客厅来饭店，去互火炭头讲甲无精神。呸呀！饭堂啊！主人也未甲伊暗杀到，去迄个火炭头讲着是饭堂啊！哼，无问题，派第二队出去是绝对合适咯。月行三者，在陆天雄做兵娘甲马嫂嫂，怎样？我命令恁第二队去，总是唔通失误，照我甲你训练这种方法去，绝对合适了。遵命啊！得水未迟，闹出无聊的代志实在。哼，王世昌，你唔捌都是唔捌啦，哈！迄大事以小事甲处理，啊，小事做大事甲处理，安尼就轻松了。哎，遐拄好拢三个。哎，听到金啊？哦，遐咧做场呢，做什么场？啊，都咧做场，你听无？做文场啊，武场。无呢啦。伊若做文场，咱来做武场改拼。毋是呢，迄场是咧做咱呢。伊咧做咱就做伊也毋是共款。你是要安怎做？我讲你听啦，你甲我伫江相拍，我伫边啊吼，叫人来看，哇，安尼一定甲拼倒的。安尼吼。对啊，好，行。看，这两个亲像戏班的小段，一个像德顺，一个像火炭。呀，好，哎，拍你啊！看，因两个拍到汤沙汤裤，恁大家看到目睭尿咧吐。咱的人哦，拢去互救过啊啦。哇，咱赢！哼，啊不过，迄三个姑娘啊，伊若点绝招哦，咱会叫扣到无半下呢。点啥物绝招？脱衣舞哩。哼，无你是当初我什么款人哈？
要你到路边的野花。哦，野花啊！哇，刷掉啊，刷掉啊！啊，刷掉！哇，冲掉啊，冲掉啊！哦，冲掉啊！掠当用王爷解决蛋杀，好行。寒风吹行琴，陈永信独自暗叹真强的悲哀。忍，忍，说什么人情，说什么道理，一切是过去。既然有缘做友谊，往事何必再提起？万事不过为一时，才未耽误着自己。无论对我怎讽刺，我也是勇敢吞落去，提出男儿的勇气，忍到最后的胜利。我要带伊的亲为大哥你的报仇，请你看吧。程英，你毒杀我的真大哥真强，哼，声声句句真强真强，根本你的心肝无我的存在嘛！毒妇你该死！啊！救命！老贼该死！杨林最后挖岗一剑，移掉罗成龙。杨林的死在罗成的手头吗？不知叫因三人会做无不行嘛？情，先用性的下情专技杀机车嘛，请看高调可以，随动演义。